everyone，my name is Ming。我叫鍾文浩。Hello Ming 同埋文浩，我哋今日咧呢條 board game 咧好特別嘅噃，知唔知有咩咁特別咧？佢叫咩名啊？佢叫 Cook Talk，佢叫 Cook Talk，佢係咩國家嘅遊戲咧？佢係一個本韓國嘅 game 嚟嘅。佢係韓國嘅 game 嚟嘅， Yes 佢有咩咁特別咧？因為裡面啲內容好豐富啦，同埋裡面好好玩咯。最重點係呢個公仔係比卡超，係啊！點解 Yes 今年會出一個比卡超嘅 Cook Talk 咧？知唔知係今年係 Pokemon 嘅幾多週年咧30週年。冇錯啦拜拜！Magic Bean Games 咧就因為Yes Pokemon 咧已經係第30週年啦，因為30週年咧佢就出咗呢個特別版嘅 Cook Talk Pokemon 版嘅 Cook Talk 啦，我哋準備一齊開箱啦 Yes。而家開呢個箱啊！哇，好爽啊！哇，你睇下呢度裡面有說明書咧，嗰啲韓國咁樣嘅，擺住喺度先。然後呢啲棋盤啦，你睇下棋盤。呢度有個車厘龜啦，車厘龜。你睇下，一隻係咁嘅。車厘龜啦，佢叫。綠色呢個咧就叫奇異種子嘅，係 yes，開俾大家睇下先。你睇下，倒出嚟俾大家睇下，就攞一隻呢隻。你睇下呢個車厘龜，唔係奇異種子，講錯咗 ，sorry， 奇異種子。呢個就係比卡超啦，你睇下黃好黃㗎。出嚟，你睇下幾靚，好黃噶。呢個咧就係紅色嘅小火龍啦，開俾大家睇。你睇下幾靚，紅色嘅。OK， 開始啦。好，咁咧，明明我哋而家開始咧介紹下呢個遊戲點樣玩先好。首先呢度見唔見到有幾多個正方形咧？有9個正方形。係啦，冇錯啦，9個正方形，每個正方形都有個號碼嘅。呢一度叫做1號正方形、2號、3號、4、5、6、7、8、9。係啦，每個正方形見唔見到上面有幾多個圓形咧9個圓形。係啦，冇錯，每個正方形上面都有9個圓形啦，亦都係標咗號碼㗎啦，1、2、3、4、5、6、7、8、9咁樣。咁咧呢個遊戲咧，每一格咧都係有個號碼，即係有個名嘅喎。例如呢一格，佢係第1、2、3、4、5個正方形嘅1號圓形，所以佢叫做51。係啦，咁如果呢格咧，呢個叫56。 good。咁如果呢格咧，呢個叫61。 good。係啦，咁呢格咧，呢個叫73。 73啱啦。好啦，咁呢個遊戲咧點樣玩嘅咧？相信咧好多人都玩過井字過三關㗎啦。咁呢個遊戲咧同井字過三關咧係有啲似嘅，但係咧唔係你想出邊就出邊嘅，除非你係第一個玩家啦。假設第一個玩家係比卡超，比卡超咧佢揀佢出喺53呢個位置。就算佢嗌咗53啦，跟住佢就可以出喺呢度啦。咁到3，咁到佢下一個咧係車厘龜，車厘龜咧佢就只能夠出喺第3個。係啦，因為呢個係啦，呢個係3號，因為呢個圓形3號，所以咧佢只能夠係出喺第3格嘅正方形。1、2、3，3號嘅正方形是但一格嘅空位都可以。好，我請明明嘅時間，你可以36。好，咁跟住到小火龍啦。咁小火龍請問佢要出喺第幾個正方形咧？第6個咯。係啦，因為呢度係第6個圓圈啊嘛，所以佢就只可以出第6個正方形。1、2、3、4、5、6，咁佢又出邊號咧？6。出喺9咯。 9，好啦，9，咁即係呢個第9格啦。咁到奇異種子，所以我要數翻1、2、3、1、2、3、4、5、6、7、8、9。係啦，9。是但啦，就1咯。1，好。91啦。 91，好啦，咁又到翻比卡超喎。1，咁假設佢1，佢下個係車厘龜，咁佢去車厘龜而家喺度啦。咁好啦，我要擺佢遠啲，咁佢去1去9啦，19。咁請車厘龜就要去9號。咁9號，俾個車厘龜1唔得。係啦，咁請問車厘龜可唔可以再擺91啊？唔可以，因為佢喺度。係啦，只可以擺喺空位。係9、3，好啦，3號，咁到小火龍啦。3、39。 39。32啦。 32，好2，跟住到奇異種子。
此類推。22好啦，咁又到比卡超咯喎，咁佢就益比卡超啦，係啦，擺8，好啦，比卡超喺200，咁車厘龜81好，點啊？15好，好到期總字5，好好，比卡超51好1，車厘龜13，幾多啦？35好期總字5，52好啦，比卡超贏咗啦，係啦，因為比卡超我哋睇比卡超佢呢度係啦，打橫有3隻比卡超連成一線，雖然係跨板塊，係可以跨板塊嘅，只要最快3隻連成一線嘅嗰位玩家就勝出啦。咁呢一盤就係比卡超勝出啦。好，咁咧我哋有啲嘢要宣傳下噶喎，記住 subscribe and like 我哋嘅 IG 啊，係啦，我哋 IG 啦，同埋我哋 YouTube 啦。下次有好玩嘅 game，我哋會再拍片揾你哋，耶，耶，拜拜。拜拜。